咗個藝員或者做一個幕前演出嘅朋友，亦都係有機會去追尋佢自己嘅夢想。咁跟住咧就 click 到。咁然後你頭先講嗰個條件上嘅合適，就係因為阿老師係可以撥冗抽空嚟到香港去做一個指導啊，定話佢一個 partner 嘅形式㗎？其實我哋所有嘅 recipe 我哋都會係一齊去研究，即係我會講香港人大概會中意食啲咩啦，日本可以帶啲咩嘅口味啦，所以其實喺之前嘅一個好長1年時間嘅過程，我哋去研究個麵包咧，其實我哋用咗好長嘅時間，冇大家覺得咁容易嘅，因為其實有好多嘅材料其實香港係冇嘅，佢想做嘅嘢其實香港未必做到，咁所以我哋都用咗好多力，用咗好多時間，花咗好多心機，係將佢想做嘅嘢點樣可以喺香港度呈現啦。咁所以佢係成個 recipe 都係屬於佢嘅。呢個好好啊！其實即係嗱，講到呢一度咧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哇，好浪漫啊！呢件事即係我最初係為咗興趣去做麵包咁，然後慢慢將呢一個興趣咧就轉化為呢個事業。即係正如我以前做皮革都係，哇！我興趣班咁整完之後，我可以拎嚿嘢出嚟賣嘅喎，呢個都好正喎。但係咧，去到個過程中咧，就開始覺得呢件事咧，其實就未必想像中咁浪漫。正如咧，你頭先所講啦，整一個麵包係好辛苦嘅，你發唔發得起佢咧，就即係唔係次次都成功噶嘛。咁加埋啦，其實你有主觀嘅條件啦，你有呢個技能，仲要睇埋個客觀嗰個環境。客觀嘅環境咧，就香港大家都知道而家嘅經濟狀況咧，就係唔係話去到以前咁頂尖嘅時候。咁好多朋友都話，喂，做飲食業或者係食品嘅行業都係幾困難下㗎喎。咁所以咧，你去決定去開麵包鋪嘅時候，都應該係一個幾大嘅挑戰。嗰陣時有冇考慮過嗰個市況同自己嘅興趣中間可能有啲 click 咁樣喎？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明星開鋪頭應該都有優勢啦咁樣。自帶粉絲會有粉絲嚟買咁樣。係啦，現場都應該有好多個幾百個麵包可以賣到出嚟啦嚇。但係我想話同一時間咧，都會係大眾都會用咗呢一個放大鏡咧去睇我嘅。佢哋會去睇下你究竟你有幾認真先。咁所以對於我嚟講，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優勢，因為始終去到最後，觀眾嘅眼睛啦，觀眾嘅味蕾咧都係好真實嘅。咁所以我覺得一件事成唔成功咧，最後行到最後都係實力，你都必須有實力。而我覺得我去做呢件事咧，我更加即係我記得開鋪頭頭3個月咧，試業嗰陣咧，我真係每一日都會返鋪頭嘅原因咧，其實係因為我要清楚明確知道我間鋪頭